别生气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恰巧从这里路过，正好听见了你和顾南舟。你听到什么了？我听见你欠了他200万，为了给他还债，还签了协议，假扮他未婚妻。你必须给我保密啊！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要是我违约了，我就赔惨了。你怎么欠他那么多钱啊？200万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说来话长，你别问了。一提这事儿，我也烦着了。你为了给他还债，去假扮他未婚妻，那顾南舟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他压根儿就看不上我。我就是借住在他们家的租户加债户。没关系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青青，你们这关系也太狗血了吧？那电视剧都不敢那么演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调侃我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算了，没胃口。你想啊，火锅、烧烤、小龙虾，你想吃什么都行，我请客。好了，走吧。南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把你生日搞砸了。没关系。啊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啊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。走吧。刚才青青是在跟别人约会，你也别怪他，毕竟他只是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孩子，玩心重也正常。虽然只是暂时假扮，但是一旦被什么熟人看到的话，也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的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就算假扮未婚妻，也该找个稳妥的人。你当时就是太草率了，不然这个忙其实我也可以帮你。你管好幸运的事物就可以了。我的私事儿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南舟，以我们俩的关系，别说了。南舟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累，要不要上去坐会儿？我给你准备安神茶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家睡觉。那你回家开慢点儿。